행예공감사大家好， 디링안전업제 중어바 짐주여체 시대치기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5课交通工具。城市里的交通四通八达，它好像一张编织的网，连接着人们的心情与生活。那么现在您到西藏去旅游的话，不仅可以坐飞机，您还可以乘坐火车去。不一样的交通工具，不一样的心情和感觉，那么同样的目标就是西藏。下面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讲一些有关于交通方面的常用句式。说起交通工具，那么您看到您久违的朋友，不禁要关心一下他是怎么过来的。那么比如说，您从北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키라 베이징에 간제스 페바 你是从北京怎么来的？ 키랑 비진네 근제스 체네 페바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 키랑 비진네 근제스 페바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 키라 베이징에 간제스 페바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 坐飞机来的。 남주로 내내 영화인 坐飞机来的。 넘주르 데네 용인 坐飞机来的。 넘주르 데네 용인 坐飞机来的。 남주로 내내 영화인 坐飞机来的。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 nga langkola 내내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去日喀则。 나 랑코라 데네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 나 랑코라 데네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 nga langkola 내내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 那么我想知道到哲蚌寺怎么去？有人说到哲蚌寺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去。 제봉라 지주 랑코 데네 치呢这个是到哲蚌寺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几步了？几句啷块儿点呢？七呢？这个是到哲蚌寺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几步了？几句啷块儿点呢？七呢？这个是到哲蚌寺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到牧区要骑马，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这亏了大选国是到牧区要骑马。 卓奎拉大熊国是到牧区要骑马。 卓奎了偏呢大熊国是到牧区就要骑马。那么现在牧区人都骑摩托车了，这个用藏语怎么表达呢？ 谈的这亏了迷茫不把把寻个。 现在牧区许多人都骑摩托车了。 谈的卓奎了迷茫不把把寻记。现在牧区有许多人骑摩托车了。 谈的卓奎了迷茫不把把寻记。现在牧区有许多人骑摩托车了。你会开车吗？这个呢？ 燃气兰花罗东新个预备，你会开车吗？ 燃气啷块儿东新个预备，您会开车吗？ 燃气啷块儿东新个预备，你会开车吗？ 燃气兰花罗东新个预备，你会开车吗？ 学过，但开的不好。
장룡 이내 약보当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장룡当약보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장룡 이내 약보当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장룡 이내 약보当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城市里汽车真是很多，那么农村里有很多拖拉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총습라拖拉机忙不表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총습라拖拉机忙不表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총습라拖拉机忙不表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치료라 루트 네바르투点架了 습서 치워시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七落了主队，你把土点架了습서七轨。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七落了主队，你把土点架了습서七轨。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치료라 루트 네바르투点架了 습서 치워시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前面我们学习了交通工具有关这一课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式，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重点学习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针对重要句型，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我们的第一种句型是我是怎么怎么来的。nga kanjis 前内容题。比如说我是坐飞机来的。nga namjur dene yongyin我是坐飞机来的。nga namjur dene yongyin我是坐飞机来的。比如我是坐大巴来的。nga langkor chedela dene yongyin我是坐大巴来的。nga langkor chedela dene yongyin我是坐大巴来的。我是坐吉普车来的。nga jeep dene yongyin我是坐吉普车来的。nga jeep dene yongyin我是坐吉普车来的。我是骑马来的。nga ta shune yongyin我是骑马来的。nga ta shune yongyin我是骑马来的。我是骑自行车来的。nga gangkor shune yongyin我是骑自行车来的。nga gangkor shune yongyin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下面我们要讲的第2种句型是我坐汽车到什么什么地方去。nga langkor dene kaba chimpi比如我坐汽车到那曲去了。nga langkor dene nakchuru chimpi我坐汽车到那曲去了。nga langkor dene nakchuru chimpi我坐汽车到那曲去了。我坐汽车到山南去了。nga langkor dene lokara chimpi我坐汽车到山南去了。nga langkor dene lokara chimpi
我坐汽车到山南去了。我坐汽车到昌都去了。我랑코 대내 참도로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昌都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 참도로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昌都去了。我坐汽车到灵芝去了。我랑코 대내 닝치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灵芝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 닝치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灵芝去了。我坐汽车到古格去了。我랑코 대내古길을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古格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古길을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古格去了。我坐汽车到冈迪斯山去了。我랑코 대내 강디스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冈迪斯山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 강디스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冈迪斯山去了。第三种句型是我会开什么什么。네 가르가르东新个语。比如我会开小汽车。네 랑코르 총아东新个语。我会开小汽车。네 랑코르 총아东新个语。我会开小汽车。我会开大卡车。네 랑코르 치제东新个语。我会开大卡车。네 랑코르 치제东新个语。我会开大卡车。我会开面包车。네 랑코르 징제东新个语。我会开面包车。네 랑코르 징제东新个语。我会开面包车。我会开手扶拖拉机。네拖住东新个语。我会开手扶拖拉机。네拖住东新个语。我会开手扶拖拉机。刚才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말라 병정 사고 나는 요거를 치는 뜻대로 요리래. 단다 뜻대로 시다 요리. 어쩌되는 치는 지그래. 지고충. 단다 소는 강가 쉬는 요리. 오늘 우리를 치는 뜻대로 요리래. 우리를 뜻대로 요리. 이내 난가 야부라 요마탈. 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碰到了很多生词，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捐啊吧，第15。捐啊吧，第15。짐주 여체交通工具。짐주 여체交通工具。折泵寺。折泵寺。조쿨牧区。조쿨牧区。大巡骑马。大巡骑马。빡빡摩托车。빡빡摩托车。랑코르东开汽车。랑코르东开汽车。讲学练习。讲学练习。闯습农村。闯습农村。点价安全。点价安全。깡코르自行车。깡코르自行车。넉추纳曲。넉추纳曲。
洛卡，山南。洛卡，山南。昌都，昌都。昌都，昌都。宁气，灵芝。宁气，灵芝。古吉，骨骼。骨骼，骨骼。康迪斯，冈迪斯山。康迪斯，冈迪斯山。朗库鲁，琼瓦，小汽车。朗库鲁，琼瓦，小汽车。朗库鲁，汽车，大卡车。朗库鲁，汽车，大卡车。朗库鲁，警戒，面包车。朗库鲁，警戒，面包车。着地步，好走，行走方便。着地步，好走，行走方便。熊南，公路。熊南，公路。我里，阿里。我里，阿里。雨过了，着旅行。雨过了，着旅行。的地步，方便。的地步，方便。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于交通工具这一课的常用的句式、句型、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您能不能用藏语跟藏族朋友聊聊交通呢？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学得家伙。让我们下堂课见。